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为什么会有这些？它这个是稻田那个稻谷，然后稻草了，稻草干枯的干啊，它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就是水淹过去，本来水位很高，你看哦，水位高到那边哦，哦，那都比那个大水沟那个水位还要高。你看，你看，上面也都淹水，然后你看那个稻壳，那么水稻的稻草啦，稻草，那个本来是田里面的，怎么会在那个陆地上？那是从田啊，从稻田那边漂流到这边的啊，可以漂到那么高的地方，就是说水位很高，淹水啊，淹到那个都超过那个哦，都超过了那个，你看10吨啊，超过大水沟的上沿。然后水位退了以后，水退了以后，你看停留在那边，那这边也是啊，哈，你看，有那个塑胶水桶啊会被漂浮，会被漂走，所以要用通军绳绑好，然后跟那个香蕉树干绑在一起。去年还是前年被冲走2个，今年已经被冲走2个，白色的，一个绿色的大概1公尺多了哦，很高嘞，很大的那种绿色桶子也都被漂走哦。